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，我是综艺圈阿群妹。今日阿群妹我小姐嘅我吃到呀，真嘅係以前期用版講咯。其實係一個點心嘅品牌，唔過有個點心品牌嘅創辦人，大家都對佢嘅作品非常嘅熟悉。因為佢係這個痴心絕對一條歌曲嘅創作者，一條歌曲已經紅嘅幾久誒。我算看啊，如果這樣我今年18歲的話，我還沒出生的時候，一條歌就開始紅誒。好，就係一條歌曲嘅創作人，佢唔單唱係一音樂創作者，佢也下斜槓來開始做無共用嘅事情，就會來做甜點，來做點心，細細個來分享，佢來分享喵喵動詞嘅品牌創辦人。分享蔡伯南，歡迎。大家好，我係喵喵懂吃蔡伯南，俺是誰？歡迎伯南哥來到節目當中，哇，我真的像看到偶像一樣，你知道嗎？這首歌在我們的記憶裡面，大家都會唱。雖然我不能在電視上面隨便唱，但是我相信大家那個腦袋旋律跟歌詞都已經跑出來，在天空上飛。但是呢，伯南哥不只是有這個音樂創作者的身份，但像按呢，你其實還有頭版沒有經營這個藝文空間的部分，然後現在又開始來新的一個領域，而且是跟以前我覺得是截然不同，完全冇共用嘅一條路。那伯南哥當初怎麼會想要創作這樣子的一個品牌呢？那個時候就是因為在疫情的時候，然後很多事都停擺，對，然後我就想說，尤其是藝文類的產業，對，就大家好像都在想，好像是一個轉變期，對，給我們一個省思，那我也是，也是因為就是疫情那個時間，可是疫情那個時間，就算藝文這一類的行業可能比較停擺，但是餐飲業也是很可怕，因為那時候可能都冇辦法去 No Boy 吃東西，不能去外面吃東西。那個時候也沒有影響你想要做這個品牌的決心嗎？剛開始它還不會是一個品牌哦，剛開始就是在家想做甜點給自己吃，然後給女兒吃。當初就只是這麼單純的這樣子想，但是就一路創了喵喵懂吃這個品牌，都呀哈 UGG 有多久的時間了？有2年多了。2年多，然後它還持續一直在經營，所以有一點點像是，我覺得有一點像是一種轉變，但是這個轉變對於我們一般人來講，可能會顯一咧跟我們之前的行業差不多的領域來轉變，但是我覺得伯南哥選擇了完全另外一個領域，就是只是因為自己想要吃，想要做好吃的東西給家人吃，就創了這個品牌。哇，就這麼單純、這麼初衷的一個原因，但是我也覺得這樣子的斜槓係一種很不一樣的經驗。伯南哥會覺得斜槓很困難嗎？我覺得看你想不想。所以那個時候是真的很想要做這一件事情。我覺得那時候也是有家人的支持，因為第一個試吃者就是我女兒，我媽媽。我就做完之後，我就看着網絡影片，我就想說，這個東西我還不知道它叫做什麼，後來才知道，我想看到一個很精美的乳酪蛋糕，但是帶一點奔放的一種氣息，我就真的本來一開始是對這個東西是有些未知的。對，所以頭擺以前也沒有說就是常常去做甜點，也甚至可能也沒有學過做甜點、做烘焙這種經驗。我覺得它有點像我當初在創作寫歌的過程。怎麼說？就是那個時候我在寫歌的時候啊，其實也是聽到別人的作品，然後覺得哇，這個流行歌曲怎麼這麼好聽，然後就有一種我是不是也可以自己拿把吉他，動手彈。那這個也是一樣，就發覺看着網絡影片，然後它的食譜啊，這樣子下來，我就發覺這個甜點太有趣了，它可以有很多創意吃法，太有才華了吧！給人工拿一類吉他，然後這樣子就可以有一首歌出來，然後看着網絡的食譜，所以當初就是從這個巴斯克乳酪蛋糕的食譜開始，從這個開始因為其實巴斯克乳酪蛋糕按多年了，好像變得比較紅一點，就是好像每一個食譜啊，每一個網站啊，只要跟吃的有關，都會稍微介紹一下巴斯克乳酪蛋糕，所以就是自己開始研究，開始開發，對，然後但是又有一個好幫手加入，這個好幫手呢，就是伯南哥的
妈妈，对，妈妈嘿那一片行业是哪边的客家人？他是新屋，桃园新屋客家人。桃园新屋的客家人。然后妈妈今天很害羞，不好意思来上节目，所以派伯南哥自己出马。那伯南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妈妈当初是也加入了做巴斯克乳酪蛋糕的行列吗？刚开始是我自己做，然后做完之后，他就是我的试吃员、审查员。对。然后后来也开始加入。后来我就想说，要胖大家一起胖，没有，就想说，那是不是大家可以一起来做这件事情？因为我觉得很疗愈。我觉得很疗愈，这个过程，然后你就看到它烤出来，还有就是你做完之后，有时候会有很多节庆跟大家分享那个喜悦感。对，但是就是像对于我拿我妈妈的例子来说好了，就香港妈妈给的都不会煮菜，他们很会煮好吃的客家料理，很会做好吃的家常菜，但是对他们来讲，要做西点，要做烘焙这件事情，因为我觉得其实烘焙你可能一点点小小的配料比例不一样，你做出来的成品可能就是会失败。对。然后妈妈他们就说，我就问我妈说，妈，你要不用 get 到，你要的东西就是盐巴、糖放多少，她就说随便拿，就这样放一放。这对他们来讲，他们很难去理解，要精准计算一个就是有化学变化的一个烘焙这件事情。伯南的妈妈那个时候在学习的时候有遇到这种状况吗？好在她以前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就也是我的师傅，高手就对了，也是我的师傅。对，就是我有问题的时候，像刚刚可能遇到比例问题，我一定第一个问我妈妈。然后妈妈的就是正确的，就是可以，就是我的伙伴。哇，很棒哎！鼓手就按钮，就是等于说伯南哥就跟妈妈一起就创立了这样子的一个品牌。那刚刚有说，其实创作嘛，我觉得音乐也是创作，这类东西也算是一种创作，点心也算是一种创作，所以这样子的两种不同的行业，对你来讲会有那种跨界，然后完全跨到另外一个领域，这种陌生感或是未知感吗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，因为可能创作的时候我会比较天马行空，然后反而在做甜点的时候它有比例、有配方，然后再加入你的创意跟想法，我就发觉这个其实给我一种安稳感，然后还有就是它可以疗愈你自己。你也可以疗愈别人，就看大家吃得开心，你会觉得蛮开心的。好，觉得很奇妙，因为我觉得就是伯南哥的创作影响我们，尤其是我这一代的人非常非常多。然后伯南哥现在经验类都鸦片同太家来分享点心甜点。那伯南哥，你身边的朋友呢？也给亲戚朋友，你的亲戚朋友们，大家对于你这样子的一个跨界跟跨领域，有没有什么看法或者是意见给你？觉得很惊讶的？也有，然后但我觉得一开始大家都是很支持，就是也是因为有他们的支持对，我才可以就是继续的就觉得确定这个是我要的。而且感觉好像更贴近一般群众了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是有这种感觉，真的吗？对，真的是这种感觉。就是你以前同太太跟我我是一个那个词曲创作者，我的歌是李圣杰在唱的。还有就是做其他的艺文相关的，大家会理解，但是好像离他们有一点遥远跟距离。对，我就觉得那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继续推广我们想做的事跟理念。那是不是从吃的开始？对，这也是我的一个初衷。哇，我觉得很酷哎，就是完全跨界到另外一个产业，然后可是经营都亚哈也已经2年的时间，然后产品也开始越来越多元。然后呢，成员有谁呢？有伯南哥、韩国哥哥、妈妈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品牌创意总监。创意总监是谁？我们请伯南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就是我的可爱女儿。对，可爱女儿为什么是创意总监呢？也是疫情的时候，大家不是都在家里嘛？对，大家都关在家。然后他就看我做甜点，然后我就说，那你可不可以帮爸爸画一张画？我们画一个我品牌想要有一个 logo。对，那很重要对，我就想说那个时候就想说他的乳名，他小时候叫喵喵然后我就做音乐，所以他是喵喵，我是懂吃。我们就喵喵懂吃，说懂吃那个节奏，然后他也真的很懂吃，就是他是我的试吃员，好可爱哦。然后他就真的画出来一个这么可爱的 logo，对，这个是他几岁画的？我们那边有大照片，很清楚，差不多是4到5岁左右，对。
你女儿是天才吧？这4到5岁可以画成这样，我小学6年级能不能画成这样，我都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就想把它我想记录下来，对，就是记录下来，就是这个故事，以后就知道说，这就是你小时候的作品。懂电影下，好可爱哦！故事一可以是一冲呀，就是祖孙3代，你现在就可以说我是3代甜甜店，对，可以，超可爱的。所以呀，猫爷，你女儿发给亚这图片，这个图你后来就决定把它当成是自己的 logo 了。我觉得就是它了，就是它，就完全符合，而且那个 logo 上面好像是还端着一个乳酪蛋糕，对，很可爱。故说用同不卡人的感情，有不卡人的支持哦，来做安用嘅创意嘅点心，还有同多内容一同大家来分享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走到节目当中哦。大家要做到福起来咧，我係仲要佢阿權妹，基本熱情貼片同大家來分享。也波南哥佢也下可以一件自家嘅甜點嘅品牌，我哋喵喵懂吃。唔過都也以前佢係音樂創作者，還有佢係呀英文創作嘅經營者。當然，這些身份未來可能還是會出現一下。对不对？会交错的出现，会交错是，这就是一个超级斜杠的人。然后我们也主要会来同大家来分享他好吃的这些点心。那我们刚刚有讲到，因为疫情的时节，故说开始有这样子的品牌诞生，然后跟家人都一起来参与这一个品牌，然后很有这种家人一起凝聚的感觉。故说有这个品牌的诞生，是一个很有爱的品牌。那一开始的品牌主打就是巴斯克乳酪蛋糕，这个是可能大家也就懂所谓一个点心，因为可能去到任何一间嘅咖啡厅啊、点心店啊，可能就是在看那种安用嘅品相，或者是甚至很多人会上网。然后买回家，在家里面都可以自己可能回温拿来加热，就有这个巴斯克乳酪蛋糕可以吃。但是我想大家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，尤其在亚裔部有非常多的节庆，大家可能会有这个切蛋糕的需求。但是呢，有时候蛋糕就是毁在我下刀的那一刻。嗰陣今日嘅福氣卡拉 OK 就要請伯南哥來跟大家分享，如果你愛切按用嘅巴斯克乳酪蛋糕，或者是任何這種乳酪蛋糕，其實係有方法呗，是有小 paper 的，對不對？有的。是要怎麼做才可以切得漂亮呢？首先你要有一把鐵刀。鐵的刀子，金屬的刀子，金屬的刀子，要胎記嘅，要細記嘅，要比較寬的，還是細像水果刀那種？我覺得大概比水果刀大一點點，因為如果現在的巴斯克是6寸的話，它大概15公分左右的長度，對，這樣子大於它就可以了。哦，大於你的蛋糕的直徑。直徑，對。按用就有來，好，一把刀可以。對，然後再來你需要熱水或者是打火機。熱水或打火機，拿來做嘛該要幹嘛？熱刀。那這個熱刀，比如說打火機的話，要怎麼做呢？其實你可以把你的刀子拿來烤一烤，讓它是熱的。哦，就是重點是要讓它是有溫度的，要熱的。對。哦，那這樣差不多要烤多久？就是烤到大概什麼樣的程度？你不要燙到手就好。就是把它烤到有溫度這樣。基本的。或者是用熱水的話，是要怎麼做？你把你的鐵刀浸一下熱水。然後擦乾淨，擦乾淨的話，把那個水甩乾。甩乾。總唔得有水，可以讓佢出槍來。但是那個水的溫度，一定要100度嗎？還是就是只要70、80、80、90？用你家的熱水就可以。熱水就是自來水的熱水。不用到這麼熱，就差不多40度這樣子。啊，就是溫泉水，比溫泉水再熱一點點的溫度，讓它有這種一點點的溫度，就都得拿來切乳酪蛋糕。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巴斯克的切面都超完整，就是像是一條線這樣子。剛剛現切的。對，剛剛就是這樣子做的。我們剛剛對蒸飲含一溫的一筆小水哦，換了一杯比較熱的水，然後都會浸到底度，拿起來，然後把它水珠一定要擦乾嘛，對不對？要擦乾，然後切下去，這樣子就可以擁有漂亮的這個蛋糕的切面，你就會得到一個很漂亮的剖面。那如果我再切，它可能溫度就不那麼熱了呢。
要继续再回温它吗？你就要重复刚刚我说的动作，每切一次擦一次，每切一次擦一次。对对，所以很多人的话，你就可以就是多做几次。哦，我想很多人都有拿多把一点刀。对对对。哦，所以切出讲给这样子的乳酪蛋糕，还有方法没有？但是这样子的热刀的切法，就是 for 这种可以融化的蛋糕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乳酪蛋糕、慕斯蛋糕，如果是海绵蛋糕，可能就有点不太适用。海绵蛋糕就不需要了。哦，就不需要，因为它这个是属于需要冷藏冷冻的。哦，冷藏冷冻的给乱搞都可以用按用给方法，就都在切到讲跟大家分享。那刚刚在讲的过程，我的口水一直流，我觉得我一直在吞口水，因为我现在前面就是不用利用非常吸引人的乳酪蛋糕。我们先从这个原味的巴斯克乳酪蛋糕来介绍一下好了，这个中间。这个流心的，流心的是某老弟，不要把它烤得那么熟吗？这个只要是新鲜刚烤出来的，对。通常我们在做蛋糕的时候，它需要冷藏6个小时。对，6个小时之后，如果可以直接端上桌的话，那就是最好吃的巴斯克蛋糕。我的天哪！我好久没有吃到巴斯克乳酪蛋糕，好好吃哦，因为。现做的才会有这样子软软的口感。对，一般 Bango 以 Healthy 就是比较偏，没有，你这整体都很软，就是会变得它比较扎实一点点，会湿润的口感。对，它就比较像是比较结实，它比较不会有这种流动，像是卡士达酱的口感。是。对，但是你刚它是的呀，还有卡士达酱那种滑顺绵密的感觉，好幸福哦。然后外面又因为有烤过，所以外面的那个还是有蛋糕体的那个。松给感高，有空气感的感觉，对，好好吃，而且它里面甜度并没有很甜，然后奶味非常的香哎。我们有降糖，就考虑到现在大家的健康意识，对，所以就为了大家健康，所以我们都比原食谱在降糖。太快乐了，你看呀，不用拿嘴堵红，你甚至连切都不是切，我不用咬哎，我就是。入口即化那种感觉，所以小朋友也很喜欢。对，就有一点点像布丁的口感。对，而且它的那个，你可以看它的剖面的，或者它后面有烤焦的地方，我觉得那很像是一种。你说这里吗？像层次，对，很像是岩石的那种层次感。我最喜欢它这一块。岩石的纹理，而且你拍出来，米一粒、大粒给乱搞，每颗蛋糕的纹路都不太一样。对，就有一种自然感。就是我其实也是每次烤完之后才会知道说，哦，这次烤的是这样子，然后自己就会在那边欣赏，哇，舍不得吃怎么办？我刚刚你眼睛在发亮，会这种感觉。对你真的很喜欢、很热爱烘焙、做甜点这件事情。是。对，但是所有事情都穷用，一开始尝试一定会有一些困难或者是失败。伯南哥有经历过吗？我刚开始那时候还没有用烤箱，我就想说家里有什么就用什么。我一开始用牛排刀。然后我还用家里的烤面包机，烤面包机温度可以到220，但是烤面包机的高度不太够啊，就是那种小烤箱，迷你烤箱，对，就是一般我们烤面包的烤面包机，就出来之后它就上层就比现在这个颜色还，它就真的已经是黑炭了，那个就不要吃了。哦，就是器材不足还是会有失败的可能。对，有用其他的工具吗？比如说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有人说电锅巴斯克，好像也有人做。你可以用气炸锅啊，气炸锅是可以成功的。气炸锅也很好吃。哦，真的啊！它跟烤箱的原理是一样的，因为它都是用手给缝热的空气去烤它的感觉。用气旋，对。哦，所以气炸锅这个方法是可行的。可行，对，确认过。有试过，你还有试过什么奇怪的方法吗？好像都是烤箱类，就是家用烤箱或者是专业的这种外面的烤箱，对，都可以。然后都可以。对，然后如果你要做的是比较大一点的话，你就需要更大一点的工具烤箱。演了下案呢，所以其实，在整个过程还是很辛苦的。张威油暗涌这么特别，这么好吃，而且真的是味道，它就是很原始，就是食物组合起来的味道。好吃的食材，好吃的乳酪加起来，改跟米西就会暗呢。但是其实伯南哥也加入了很多自己的创意，而且接下来会同大家来小给要大 Q 米同客家非常的有关，很意味嘅係擂茶巴斯克乳酪蛋糕。但这个。擂茶巴斯克乳酪蛋糕会诞生，其实跟同客家的活动、客家的活动有关系。对，这要从一位客家歌手黄佩书，对他给了我这个灵感。哦，对，因为陪他去巡回演出，
对，我们做了一个叫山晴山雨的一个全台巡回演出。对，然后在巡回演出跟擂茶巴斯克有什么关系？他希望在他的演出里头可以有一道创意料理，结合客家文化的创意料理。所以就丢给你这个任务。对，我就接到这个任务，就是伯南哥帮我想一个有跟客家有相关的可以吃的东西，可以吃的料理。对。然后你就花了一些时间，然后最后想出的是这个擂茶巴斯克乳酪蛋糕。我就每个礼拜就定期到他们唱片公司报道，然后都会拿着缴交成品吗？对，这一周的实验心得，然后强迫每个工作人员都试吃一下。但是你一开始就是做这个吗？一开始做的是麻糬。麻糬一开始做的是麻糬，对，所以就是不是这个乳酪蛋糕，是另外一个甜点，是但是遇到了一些状况，对，所以后来把它换成了擂茶。为什么不用起拔？我觉得麻糬蛮好的。起拔的话，就是一开始我有试过把它冷冻起来，后来发觉冷冻的麻糬就变珍珠了。我知道，就像你那个珍珠奶茶，不用一安不够黑，其实它也是变硬硬的。其实还是蛮好吃的，你可以加一点那个黄豆粉。真的吗？对，然后就跟巴斯克会有一种很微妙的口感。所以你是巴斯克麻糬哦？巴斯克麻糬，太酷了吧！麻糬巴斯克。但是你后来因为就是可能要运送，要去其他地方，要冷藏，所以你还是先暂时把这个 idea 先放在后面。对，那个就在我自己的肚子里。就自己试吃过，觉得好。没关系。要推广的话，后来我们找到了擂茶。擂茶没黑一嘞，青哈嘎很客家的代表。但是呢，或许之后可能麻糬还是可以出现的吧？对，还是有机会出现的吧？就是私厨料理的时候，直接端上桌。对，好，还有懂的内容会同大家来分享，大家先休息下，等下再过再来哟。好，欢迎大家又真到福起来咧！我係仲有阿權妹，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呀，頭擺喺鹽個創作者，也下來做品牌嘅甜點哦，自家開嘅一間品牌做甜點，韓國給他試了以後，哇，我真的是很久沒有吃到那麼好吃的乳酪蛋糕，很幸福，很好吃。然後剛剛沒有講到，因為伯南哥家嘅媽媽係幸福嘅行業，然後也度後同佩書老師嘅鹽個唱片公司有合作，然後就想要為了這個客家嘅發通來做一個點心、一個料理。故說經過一連串的這個意外啊、碰撞啊，然後就最後選擇了抹茶巴斯克乳酪蛋糕。擂茶巴斯克乳酪蛋糕還被糾正，擂茶因為客家人呢，擂茶巴斯克乳酪蛋糕。當初想到這個擂茶是伯南哥之前有在客家莊喝到擂茶嗎？有喝過，然後你有想過怎麼，就是當初是怎麼想到擂茶跟乳酪蛋糕把它結合起來的？因為我想到擂茶就是擂茶粉，因為我們在泡擂茶的時候就是擂茶粉。那我在做其實巴斯克蛋糕的時候，發覺其實你只要是有粉狀的東西，你都可以，只要它是食品，你都可以試試看。然後我想過柿餅，我想過麻糬，我想過擂茶，後來發覺這個 idea 是可以的。對。然後擂茶的它本身就是帶有一點這種堅果啊、玄米、芝麻。對，芝麻，對，然後就發覺這個的素材跟巴斯克的甜味碰在一起，它就變成像伯爵茶、伯爵蛋糕那種感覺。對，然後有一點點茶粉的香氣，然後那個堅果的味道跟乳酪的味道很搭，很好吃。對，而且一樣都不是很甜的那種甜點。剛好綜合起來。這個喵喵可以接受嗎？喵喵也愛。他喜歡，他喜歡。那喵喵算是吃得很不甜的小孩。大人系甜點，小朋友也愛。他喜歡，我覺得很意外，真的很好吃哎。因為安永跟 Komi， 我覺得應該是比較大人。是。但其實小孩對於奶味應該也是很喜歡，都可以接受。所以他們也是很喜歡這樣子的擂茶巴斯克乳酪蛋糕，又輕有哈嘎的感覺。所以這個擂茶活動之後還可以繼續買得到嗎？有，現在還是有接受，就是預定。哇，很棒哎，有給 V 做的設計到。那我們剛剛講到的這個起拔的口味、起拔的系列的，也有可能
之后有机会可以继续。对，就感谢大家敲碗，我会继续来开发其他的客家创意料理。柿饼我也蛮好奇的，柿饼还没有试过，还没试过，之后有可能有时间可以来试试。找到其他的甜点来撞击，来搭配，就有机会做得来碰撞这样子。还不仅是这样，糍粑刚刚有讲到，我就觉得伯南哥应该对于糍粑也是有一点点蛮热爱的，因为最后这个糍粑也成为今年带来同台搞的分享的，而且还加了非常非常创意的吃法。伯南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哦，因为这个也是为了我女儿，因为有时候她下课会肚子饿，然后我妈妈她会包麻糬，对，客家人，客家，对，就会包糍粑，然后我们就想说，她有一次就包了一个金沙巧克力，我们就是拿家里现成的东西，就是阿姨自己包的，阿姨自己想自己放进去，阿姨自己想要把金沙巧克力放进去，对，我就觉得哦，这个好吃哎，就是真的会让我就是想说。妈，今天可不可以再做一个？就真的会觉得好吃。我觉得阿姨也有那个创作者的那种天马行空的脑袋，他也会这样想哎。因为就像传统色哈嘎糍粑里面，就客家人来讲，我们可能就是沾花生粉而已。但是我们可能吃过其他的，可能花莲的麻糬，可能里面有包凤腿味，有包芝麻，有包花生。但是阿姨很跳痛，阿姨想的巧克力。就刚好，因为麻糬本身不甜，但是你加了巧克力之后很甜。对，我觉得这刚好完美的结合这样子。哦，那旁边还有时令水果口味，刚从大湖摘回来的草莓跟这个葡萄，就是都变成是你要有去嘎布卡做出来给小朋友喵喵吃的点心。对，这不只是这样子，还有那个一类，我觉得也是非常天马行空的点心，叫做雪花酥。雪花酥不天马行空，雪花酥压它懂眼底给走，但是他们家的口味我觉得非常的天马行空。我们先用看的好了，这个很紫到快要像巧克力的这个颜色，这一款是洛神花，它是洛神花，我没有看过洛神趴树这么高的它鬼料贝都已经是就是酒红色的状态。这个是加了很多的洛神在里面吧？它天然的，它天然颜色就长这样。就是洛神本身的颜色就这样。但是因为洛神它是一个我印象中你做成蜜饯或者是果干，它的味道是蛮强烈的，是，而且是酸的，酸甜。对，在做这个过程会有什么困难吗？洛神的话要注意，就是本来雪花酥里头加的会是奶粉，但是奶粉它跟这个洛神。其实会影响到你的消化系统，所以你就要换成是芝麻粉。我吃不出来，它融合的超好哎。对，芝麻粉也是一个重点，因为画龙点睛。乍听之下，洛神跟芝麻好像不是一起的东西，他们感觉不会是一组。对，但是我吃起来。完全没有觉得他们不 match， 他们是很合的。然后那个洛神的那个酸，因为你吃到牙豆跟洛神嘎咚咚，加了非常足量的洛神，所以它是一个超级有特色的洛神雪花酥。这几个都会有饱足感，就有时候可能露营就是我都没有时间吃东西，对，我就吃一个，对，就饱了，而且带一个小点在身上，很营养。我吃到里面好多坚果，是，好好吃哦，很多。除了洛神之外，南宫一类 Q 米虽然它看起来白白的，好像就是一般正常的雪花酥，但它的口味太特别了。对，介绍一下中间那一款，这个是台湾的樱花虾。我从来没有看过你用樱花虾同雪花酥结合在一起。是，这个是谁想的？这个也是妈妈，料理长也是妈妈，对，料理长兄都用樱花虾放进去。是。这个我也蛮意外的。你自己第一次吃到，你有一开始听到说，哈，妈妈你用樱花虾放进去雪花酥里面，你有这个惊讶感吗？有，我那时候也是有一种，这可行吗？后来发觉，后来我就去办公室做调查，后来发觉这个是办公室的团购的前3名。我知道，因为它咸甜的。对。它有一种在吃那个零食虾子的。虾味鲜，你有吃到那个里头的味道，有很熟悉的那鲜贝。有哦，是鲜贝。鲜贝，对。难怪，好特别，有一种熟悉的感觉。这个好惊奇哦。是。要懂事，他要合作的时间就蹦茶、蹦咖啡啊，好棒哦。这个我很意外，因为呀嘿，那穷人忙是看过会 kill me， 所以这个也是变成是现在一般
一直都有的商品。是的，对。韩国 T 啥梅第3个绿色的口味。哦，这个是抹茶。抹茶，然后上面好像有果干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因为我们里头都会加坚果，然后还有果干。好好吃哦，我觉得这个太特别了。所以其实，伯南哥你哈雅个品牌主要都是在经营团购，对不对？对，团购的方式。对，以网络为主。网络为主，所以你会出去可能会有跟人群接触的话，可能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这样子的音乐会，或者是特别的展售会，或者是试吃会。对。但是我觉得，因为伯南哥勾起的经历的关系，因为又是音乐创作人，又有这个经营艺文场所的背景，古手去参加这些展售会，其实都很特别。是。就是不止刚刚我们讲的音乐会嘛，还有听说有在乐器展。对，在乐器场登场过我们的商品。这个乐器展你不会想要跟就是通常不会跟零嘴连在一起。对，就大家在卖乐器，然后我在推销蛋糕。其实是刚开始是想服务，就是很多工作人员啊都没有时间吃东西，对。然后我就是说，那这样子我带我蛋糕请大家吃好了。对，其实是秉持着这样的一个心。对，然后就把你的点心带到这个乐器展上了。对对，然后不自觉就发觉大家喜欢，就开始来接单了，这样。一种跨界吧，蛮有趣的，就自己走过才知道。对，而且就再加上就是伯南哥的人脉，这些全部都累积成现在喵喵懂吃品牌的能量。鼓手泰嘎做的来都支持这个一般的行业啊，支持伯南哥的品牌啊，也谢谢伯南哥今日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，谢谢。谢谢泰嘎。等一下哦，泰嘎继续来多支持佢哦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听听欣赏向下来做运动哦。大家知道有节目好看无啊？我記得啦，我來福喜來嘅免數傾站，韓國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，咪記得我來傾站聽嘅韓國影片嘅連結啦，記得我分享出去哦。